这次你两位到苏州电视台电视史上为苏州地区的平台听众演出，那么觉得特别的高兴，因为我本人就是苏州人了。那从我名字上想看得出来，我叫追苏生啊，苏生啊，是吧？那么名字到州来嘛叫申苏州。那么拆开来为呀还叫苏州省，那追苏省、申苏州、苏州省呢，带来带去了，说明我是苏州人。那么这个一位嘛是我的师弟，立信工厂长叫张小平。那么你头里向人呢，侪非常尊重你，平常也叫在称你小平同志。那么你两位呢，侪是把胡子欧先生为师的，侪是活在上片评话财堂的。那么除非大概到苏州电视史上来演出嘛，你两高头拼上当设财堂。那么财堂可不是了，主要是讲财上得是堂上两个大的事体。还就是财没当初这个一段历史。那么财上的开国皇帝姓模一样，叫杨坚，历史上想称为叫隋文帝。那么隋文帝死脱之后呢，那个小儿子叫杨广即位，杨广嘛呢，就是历史里向要说个隋炀皇帝。那么开唐朝的开国皇帝呢，姓莫之礼。对面一个生有的有，还就是知识有不的有，理由是我历史上想开唐朝的开国皇帝唐家族，李个也叫李后，也叫李斌。那所以那让唐朝辰光，你苏州后区山了，不叫后区山，后是改脱叫富区山。杭州本来有一个后林门，后是改脱称富林门。后是啥体要改脱嘛？因为开国皇帝的也叫李后啊，后是反击，从是有个种规矩。那么当然现在后区这个名字那是已经调转来的了。那虽然杭州这个富林门呢，叫到现在这个后是分调转来的。那么你有个娘呢，伤心读狗，各位读狗日了，他就不得了，身份道，你是隋炀皇帝娘个嫡亲阿姐。还是讲是隋炀皇帝的阿姨了，你苏州人派的叫娘姨妹妹。实际上呢，你有的隋炀皇帝归亲啊，你都是姨表兄弟。那么你有高小人窦夫人，各位窦夫人还是有身份的，还是北周辰光襄阳窦老千岁的独养囡。那么因为窦老千岁只给一个囡了，特别的爸爸，你要挑选一个好女婿。就是讲啥人要做我女婿，除他相貌也好，出身也好，年龄相当之矮，唯一个条件，啥个条件呀？那里王府的偏地上向有块屏风，屏风上向下还一只空墙。那你要离开这块屏风了100年步路，一走谁要说中空墙眼睛，那么我个人能够拍拍呢？那么虽然讲了10个人就不少了，啥人说得中？空腔的眼睛落对这个一类呀，叫啥理由好这法？理由够得来拍弓打箭，嘎嘎嘎嘎嘎，当嚓一击，实在不能说中空腔眼睛的。那么对了，先生谁弄能拍不了理由？那所以呢，法理上人家结婚啊，有人送西装，西装上像4个金字，叫恰平中西。恰平中西啥个彻底了？谁是当家做他搞些个彻底呀？理由到窦夫人结婚到现在，一共养子4子1女，再头一个男已经嫁脱了，在女婿姓啥叫啥子啥时昌，留下来4个儿子，大儿子叫继承，那我都听出是当时继承，继承没个，还有个爷娘到自家儿子起名字是继承，字眼是蛮好听啊，继是个继啊，神功个神，哎呦。不过这个帮你就是继承了有点这样继承，手不说福建比你发下去是一个取货。不过第2个儿子养得好在叫啥？叫李世民。这个小人不得了，与带量与魄力，将来要做皇帝，哪个是唐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能干的一个皇帝，是一位了不起的身份。第3个儿子叫牛杰，哎呦，
跟老三牛就比老大继承还要去，老大继承15%出来要25%的嘞，调转错卡4日举行。所以老等到将来里有一只皇帝啊，都4个儿子分成2派，老大到老三也好，你都一党称为叫2、3党，老二到老四日落称为叫2、4派。那么社党上向搿点文武大臣大家弄得侪蛮清爽，乃是2、3党，我是2、4派，我不来去4把调好大家侪是4单位。那么这些个小儿子叫啥？叫林元大牛，说这叫完了，那边7、8哦。听过谁当时，看过谁当时的人，谁晓得林元波是谁当时当中小辈应用第一条好处，始终治国。对着我阿看这个完了。不过这个现是特别给，特别的少，让老娘都比你香水特别给。大家才晓得杨小奴生了瓦台，等到10个门过着低落一样，加上这个小奴等到你都2个头皮里向要1年半18个号的，你都要好的才，当时搞出个3万病症，等到18个号的养下来了，你有一口的好。总当这个小奴等了2个头皮里向都等至8个号的么养出来白胖，不觉得这个小奴这个人面孔破人哦。咁说你又不上哪张面孔？你今朝第一位是得你开箱，不过只说当了前头，刚刚养下来个小奴不好开箱只能当你抖音在来开。林有波上一个家里兵丁的家日里，跟是传统师老师身上规则。各式面孔的营造，侪是用字来代替。比方那个啥面孔，三方面孔，你不是三方面孔，是啥？同时期的世界大同的同，四方面孔，一个四方，地是面孔，中的一个地。另一个上头到下头小，甲乙丙丁甲乙丙，那么下头到上头小呢，有一个鱼是面孔。那么做成搿张面孔，两边嘛血里这个当中嘛杀出来的，身体的身是面孔。这样的另一个为哈甲乙丙丁甲乙丙，没能擦到个皮肤，木面木身谁是个黄毛？不让眼睛眼冲一口就个黄毛，只有对你成长。咱们来想想看。妹都没把好眼睛拨了对你身上黄毛里向过滤蒙到老的是一点破人事实。两条铁线刚眉配额，一双国应有真，一扎阴糟白。小奴搿扎阴糟白实力量称赞出来的。今日而招风，一张雷公剑锥。啥叫上雷公剑之呢？就是上之人为包莫下之人为。那么一般的小奴呢？包了拿手指包里向不2少岁总归包了下底，你不来了，啊，你努力包了是你放心了，要发脾气，要苛刻，不要努力这个打了下底，这个打了给哪么里开心？那么一般的小奴哭起来嘛，听为何来呀？哇，另有不过哭是很人的，难哭罢了。像杀猪那个杀个，那么小奴拿了拿手指包里向，搿张面孔到底哪一种面孔，哪种引导？这本多看看，想不发大讲，尽做参考。你又不拿了拿手指包里向张面孔，谁是搿种腔调？呀哈呀！搿张面孔，哎呀，吓人个啦！理有气有，想不到伢这个儿子实行富强调，真正叫想不了。所以谁得里起一个名字叫牛爸，啥个意思呢？牛嘛牛啊，阿牛第一个意思，不的旁语，满门八语，他就是讲里是第一满门八语。
因为你人长得水那个些了，名字起得硬点嘛，还有啥海洋的了、海林的。嘿嘿，那么来你话题，把你搞个些那么总归有规矩，把起么啥个鸡皮龟啊、半夜龟啊、金皮龟啊，你又不是龟门龟、须子龟那么本。平常人我不要讲伤风咳嗽，身体厚得来哈气，喷枪不打你们。眼睛一傻，你又不倒是落水，落水个小路记得没哈子，那么个人子，小路一定列到了，要炒红色。屋里向随便啥个么子挪到你手里向，500几个辰光侪要弄挖脱。比方讲说贴个垃圾来得个土，小路挪到水里。呀，好玩又快！都他个针，从东个香炉扒到了水里，嘿嘿，啪被他个针。那么搿样用劲看见李牛伯些龙王么子嘛，哎呀，看不够了。哎，是啥呀？做什么？当心的，不要说么龙王么子哪子了？哎，搿样么子不能龙王看。先日来东瓜得一日，你都拿不出来的，那么要光你做啥子了？对啊，谁叫你来多言多语？搿个不是人多都是多，关照那两上总不错个了啥子了？你再要多言多语，3思手艺苦了，打了。要当然。一点点同个小奴啊，小牛的生发还要讲当着，搿么来看，给两个听我夜里向本来不当师傅了，来帮我点背吧，来呢，好啊！内鬼这里当小奴也不懂，哇呀，担心了，是2个这里猛针里有里向，呱，那他们老板骨头脱2根啊！这个佣人扩大理由给他就说，7岁要我不了，4岁要当我哪里个人？开头理由不相信啊，你说得出要好个嘞？买上买得不大人，不个小奴当我，哪不能讲得出？不晓得李牛伯打开这个头了，谁不是个人？一个不诚信，谁要当？2个不对劲，谁要说？隔壁佣人谢不离说话当话的呀。那么扩大理由给他的理由方式明白，这个小奴实在叫盲门。我李牛伯觉得嘞，一顿训斥，你摸了还猜不猜呢？啊，家法被扣，进口不贪药。哦哟，李有气哟！这个小奴实在不服管家，不规矩吧？哈，叫养儿不是我，要他做什么？既然呢是讲蒋家家不服管家，老实讲，这个小奴我本来就不欢喜，干嘛杀脱你叔叔？你要杀李牛伯啊，对啊不要对，说起李牛伯有个神这样，杀你们每个娘一个哈布，各位多狗日了他。就说各位了哈布来得个欢喜这个小孙子，你都一个了一个小了，小了小打到打下来，一听说么子，儿子要杀孙子啊，搿哪来事？要求我儿子海到自家屋里老下。儿啊，娘亲。听说你要弄小孙子杀他有个桩事体。娘亲，都是为这出身，实是不理呀。哦，不好道理。是啊。慢慢。小侬小了呀，小个辰光嘛是慢慢的呀。是。你小个辰光也慢慢的呀。是。你哪里个听儿子为不叫你家学的？慢慢啊。你要小奴懂规矩、懂道理，你应该请个教师先生来教你读书。有句闲话叫“读书明理”，你读之书，识之书，你教你马门啊，不会得马门啊，懂啊？是，真娘亲吩咐，你就对娘的我不敢讲的呀。那么你有关在用人到27请当地渔民去个教师老先生来，等了屋里向说过了，教李牛伯读书识字。不晓得个教师老先生来自分满3根的，就铺盖本台人。那好了，3根的分割为里2个字的呀。那比方讲一个天字，一个地字，还是蛮简单的。哎，是啥呀？做什么？上头这个字到天，哎，下头这个字到地，哎。上头这个到地，上头到天，哎，下头这个到天，呀，西夸这个字天忘记天，个字地忘记天。那么当时辰光我天地为何读一个字出来？你狗子一2天再去问你们呢？是啥呀？上头这个字到不晓得，下头这个不明白，呀，西夸才忘记口人个字。
搿么你都想3个人分割为了2个事个呀？搿么东江米老想干部了咱们只好就土改滚蛋是也是了。那不过说大概到了，可能有听众也讲噻，相声内头李牛伯讲得特笨拙啊。我是讲本法个，既然是讲本嘛，讲下来学本事的那也聪明个讲，搿本事那也是学得好个讲。那不是我硬帮你啊，李牛伯个小囡了，外分开腔了。小囡分开腔是笨了，一开腔谁会得聪明？哎，那搿个我有例子哈举个，因为我上海隔壁邻居啦，爸李水等我是讲讲个，你讲小囡小辰光分开腔了是笨，开支腔谁会得聪明？你自家有切身体会个。你讲你小辰光分开腔当去了，还笨个，笨得最会个呀，笨到啥个程度呢？假说你读书3年书了，分学为4个字个。那么我问你，在那4个字3年会得读不会呢？那你讲搿小辰光读个书嘛，8家姓还是蛮简单个，排上来嘛，杀人生理，这样4个字还是蛮简单，加上3年分读会个。那么告诉先生很伤心的，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不来听。说第一个嘛，啥呢？自家个姓呀，你姓啥个啥？我姓啥个啥？哎，第二个嘛是，都要开地当我理想改动地，改动地个谁？改动地个谁？哎，第三个嘛生，都要个动地啊，手把儿子，手把孙子，手子而生，孙子个生，孙子个生。哎，第四个嘛理。理嘛是我先生姓的，我先生叫李万年，是我先生李万年个李，先生李万年个李，哎，啊懂了，懂着没好，叫谁别帮我听听啊！我姓啥？我意思，我个孙子叫李万年，滚都娘的我来做那个孙子。咁你多想想看，导致3年书啊，4个字分读会个。不过现在了，爸爸大屋里向做教授了海啊，那还是小辰光分开腔是笨的了。那么李牛伯呢？李牛伯是有一个中心的，是不是李牛不明白？李牛只晓得这个小囡是来笨得最为本性人的祖宗，哪弄法？你个你读书吧，读不进，放了外头吧，要打人，要唱好，杀脱你也不允许。要做你的鱼了，关在用人拿根力量来，抽第一个好道理，拿子一根铁力量，拿李牛伯叫得来。黑一声出声不要动，铁力量忙着李牛伯头颈上擦啷一他呀，一脚手快头颈跟随手了，出声跟在微服的追擦啷擦啷擦啷呀！李牛伯想呀，那今朝是弘扬不到我身用啊，去到啥地方去啊？去到啥地方去？去到里向花园里，里家里向后花园来这个土啊，一入一入高30好几手的了呀。那么你又改成高30，可是我高30叫老人风，里里一头那让老人风高30个山洞洞里擦浪抽进去，咵一脚收了。那么会找李牛伯，里里墙头头我要那个命，哎，那等我关注的哪个的收好了让给打啊，3等60万呢，关照佣人送进来不离吃。那么李有关照他们忙挣20一万的。哎呀！给他花园里向个小头地出来，他们可不想给，有高山，有花，有草，有金金。呀，这看见隔壁草堆里向有2只细细胖，眼睛羞羞红，尾巴一嘟嘟，耳朵摇摇的。兔子只要能分开进去，呀，好玩呀！去看看兔子，对。擦呀！哇呀！力量他都拔不过去，哐！力量弄到那2个样的命，心里面要想去看兔子，那弄法讲，呀！哎，你牛不想这个，我手。那里头个高山上去，弄不是啊，弄得弄，对，小囡最后来去2只水毛针高山上往向打了，连个，好，那么来着，得知高山上，真一棒！
那么看见这两张兔子，还不晓得嘞，看这些没精彩，抓一把来到他的两张兔子在脸上，哟，死他这，去看金子对，抓，真。嘿，有金金的没不是个，你不在花开来个，看这些没精彩，金金讲你去擦怕屎，一讲金金在西瓜，那花园里向文体没好在，不晓得花园里向有花儿这样为永营了呀，以后乖乖龙地洞，有地不动是往给背，其实呀，后世精华。其实呀，不好这，世上要让花园里向几次明天经受个老人风了擦皮的呀！你又想什么了？这个小奴5天经用高山上举得动的哈？不相信，干嘛？自家去看看，根子用人当，勾搭给他花园里，先去看老人风高山上一看嘛，高山上石头没得了，地上像个乌塘来这个深了很，哪么理由真个有点这个？不养上那个小奴啊，没必要几次高山上摆到外是高浪向去呀，人家看见人啊不能好得话的，心里口四面看出来嘛，为何落浪个水里？呀，小奴门开来这个井，晓得爷爷来这高山上一晃人往高山上向一改动啊不动呀！你有道理门里，畜生！弟弟，我提问你，这老人风怎会到这儿来的呀？他自己搬过来的。高山上为得三脚搬过来，好啊！你叫他抱我过去。他不高兴了。你与我拿过去。孩儿拿不动，孩儿说是拿不动啊！哇！那么那你看啥来也讲拿不动，所以你有对李牛伯个本事十个头个起来了，有人不相信。这个小奴没啥稀奇，你叫啥个小啊？是了，我发了海，杀得你起来抖的呀呀哗哗，热热滚滚，该知我个命都看了，一点气量没得，啊是了，多特很没用呀。所以你有对李牛伯个本事，有人不相信的。那么到啥辰光相信呢？那夸是夸的，等到隋炀皇帝到他牛。李牛伯的语文神都金地必负，列举丧事。李牛伯两只金狮子举到金地廊下，李牛亲眼目睹，大概小辰光方式明白了，我个儿子的确胜利府第4个将才。那到搿辰光才相信的，现在你不相信了。不过你又想南宁风高山上的15不动力噻，一做你的分哎，力量出浪吹出来，我一座高山上。搿座高山上叫大牛洞，力量一团，望正大牛洞高山山洞洞里擦浪穿进去，咵一脚收了，随得李牛伯高山上，力量降头他，我还是要你的命杀脱你，你有本事嘛？我开座高山上一头得之罪，根本我服脱了，理由关照势力打脱了。李牛伯一看搿块高山上弄得动了，啥这么动不够了？那动么？终于个老房子了，刚懂得嘞！哎呀，小奴想拿龙把就在个收了嘿，小奴收得了个，这个小奴收得了。民国3日天到第4日天随出姑娘去，为了弄到老娘个要我个命，不你摸到自家下巴底下搿就收，从这个收正对收，小奴想搿就收了动脑筋看。2个嘴里手高浪向打了，3个嘴里手壳浪向打了，呀咵！荧光里向个弹簧拉头，他咕噜突，打进哈打噻，惨！力量气他小路，让花园里向个不想到啥辰光实要不想到12岁个村里。叫啥搿个几年花园里向白相下来呀，小奴白相得一起别白相噻，今朝想出办法，要到后门外市去白相。来到后门外市，只看见一片空荡浪向，哇！为好一个人就是呀，小奴过去干嘛嘛？看，攻到里向一看，呀！看见了，只看见李香玉一个人身浪向一身道士打扮，比
地上像一匹马，一对石头摆辣地上向。只听见这个大字了讲：啥人能够拿搿对石头高高举起，手下为刀，不出手，搿点物事全部送分。哇！为了搿点人，大家侪要来碰碰那高头。我来拿看，来对，我来拿看。大家上来拿么子很一个事啊！送，哇！大家侪辣辣讲送。你不拉听，送啊，送我们，我来，出子娘看送个么子分哪些？对，上去拿搿对石头，哒哒拿到心里，高高举起，老头子一口，搿个小头神力无敌，是个这样子。那么谁人又不为同意？搿点物事全部送拨你到文化有理想，教拨你一套事法。啥个事法？不过事法，不过落着事实。你不要看搿个小头读书么笨，学本事开窍。不过事法不几个辰光，全部拨你学会。搿个小头就是搿点好。啥个学会什么法子？空了还500事体，年年练，呀练。不过事法练得精而愈精嘛，熟而愈熟。嘿嘿，那理由部门让好有理想理本事啊的了，介绍理都要理由啊，大内领队呀。牛来个日子打理家里向的门口，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雷子一类人物，到给打理家里向的门口，汪啷汪啷啷嘿，大万岁爷圣旨下，钦差大人到了，到了。你看这像有人给听，你等下再等一等啊！有请本州十王给备齐这样，红十八我来，王家圣旨到，这请啥东人来着？这个么？李有听到皇帝圣旨到，么心里想别一跳，说啥？李有想我自从离开皇城，大概打3岁，他女来上神了，已经整整18年了。这个18年当中了，那皇帝对我李有不理不睬的呀。18年，一塌八子来到一大圣旨，搿大圣旨就是吓脱我个兵权啊！现在我水里向兵权已经没得个了。那么今朝那皇帝一语圣旨到了，看来事体大而不妙，要紧关照水我来。与我去宝马国代拜相安死后，是我理由年节圣旨。是由答应一声，一切全部实际定当，刚动门一开，老理由声浪响，宝马阵阵，一路下来，10大街大门口3顶圣旨，对对一毛，哟，为何？狗一声为何？说啥？一看来个钦差大人不是本人，原来是自家的学生子叫马正。那么既然自家学生子作为钦差大人的身份来受到皇帝的旨意了，看来事体总为何个嘞？要紧枪不让你上手一弓，哈呀，钦差大人！钦差大人到来，我理由接来水，为防事有所。马正毛钦差大人来让口先生。这几年分房的，拿着都对方进火把子。啊，恩师大人，门生举亡命在此，不能拘礼，为望恩师大人是。钦差大人后用可他，礼别亲呐。恩师大人，请大家你请我请到里下都听廊下，到听廊下下午已经把哈相作已经抵制起来，理由呢，谁让了下午门前好举下来。是年轻的王万岁，万岁！毛正钦差毛正相位当中一列换，圣旨也开了个3个圣旨。奉天人员皇帝诏曰：请理由内西道之公民，国家之良人，与国之亲，朝廷之父辈，甚为可嘉。理由一听这2、3才是害话。上加上与国之亲嘛，就是讲那皇帝等我理由关亲的是亲眷，国家之良人，朝廷之父辈了，各种才是称赞话啊！那边觉得称赞，留下来事体来。神
这个时候皇帝称自家称神。今岁2月12日，得知江东出一计划，明月穷，此话史记本83层，此乃是国家之相扰矣。神要有功，地要神，希望江东拨开中华，东晋西西太牛，明利有在西西太牛，不得之地，稍许王公一手，以备西家，千事情在心安。好像你就听我们想我讲，那了，皇帝了也弄第二名。那他们你都听听看呢，皇帝搿条旨意上向哪搞法子啊？上家说生在今岁2月12日，你个生日是虎3日，八虎3日的日子。还就是讲在杨皇帝辣搿个一日呢，得到个消息，是辣扬州出朵花，搿朵花叫种花。就说搿朵花呢，一年四季不会得下个。那么皇帝为什要到扬州去看搿朵种花呢？李从首西上岸出来到扬州了，路浪向要经过搿搭3线塔牛，守关这里有辣搿搭塔牛要设好一只皇宫，限期是100日天。李又想100日天设得好皇宫噶。那虽然搿只皇宫不像皇城里向皇宫规模实干大嘛，搿么设得皇宫叫马车山像欧上距离。你这样叫社会的欧上门、欧风楼、彩凤楼、东华门、西华门、东大房、西大房、金楼的、银楼的、阳里青的、紫薇的，皇帝10个然后妃子登个地方，他盖10个房间，那对房间有规矩，也是1008人一间。设干一只皇宫，我100日天设得好噶。那么设不好那行办理，设不好蛮简单。皇帝限定的日叫啥？你只要脱1日天了，这个就是日子。日子之在，满门插在，还是你皇帝了要我的命。那不过你又再想想嘛，皇帝呀，我虽然得来是亲舅，但是我心里想明白，我得来两高头个水人结得顺利个顺了。既然你培养我死，我也没办法。你是皇帝，我是那个臣子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必为不忠啊！咁呐，死吧！你有地藏死了，你的发下来，神太师啊，等一声，神灵而至。你有答应领旨，立起身来，太大比郎人受定。毛镇毛警察甚至毛镇小屋当中一共人打出来。恩师大人在上，门神一人哪里了？一起后用给他帮着亲能手。都是恩师大人，比郎向鬼子了，他受定。耶，毛镇毛警察弄不懂。先生，搿道神只要我都一家人家是不死呀！他是不是还一点点飞扬不噶？对着，先生，你知道我刚刚读个辰光读得快了，先生分听清爽。搿么先生，搿桩事体读不过，我来问啥理由？也听清爽，分听清爽，我请求再读一遍，不来听听。恩师大人，一起。方才万岁一命，恩师大人不得之体要烧进王宫一手，恩师大人可分得非呀？为师的嘛分得，当然分得的呀。让你听清爽啊！那么恩师大人立口讥笑，这是随身的之体，杀赢了皇帝李老相，挑不离几挑这为师的相来嘛。听说语文化者老实受不完，说起恩师了死师神，不过恩师大人啊，立口讥笑，这一首王公少不好要死，恩师大人啊，你须是把这一首王公少好了么？和家母们一得死，这，你就想搿点我弄不明白这个。我只晓得100日天根本上不好皇宫的，所以我要死的。你讲什么了？十好子还要死的。一起此话怎讲啊？
搿条体操水捞起语文火就想出来。厉害是厉害了，给叫那100年天上一是皇宫，100年天一是皇宫在里哪上报，上报皇帝叫那上报日子之在满门抄在门内上。那么做新来波波姐姐妈妈来100年天，搿是皇宫上好哪种不是代表的？皇帝会得闲话调过来讲，知道理由啊？我们那个皇城里向，云告诉拨我听，那里有让3岁他有城里向要上飞，我是不相信的。小这个皇宫已经上好在，所以改革一道，我特地来一道圣旨，叫来100年天上一是皇宫，100年天一是皇宫，谁里哪上不好？哪里知晓寡人一到之间，皇宫已经上好，这一是皇宫明明是私人的，私人皇宫免费半日要居住谁之杀，恩师大人呐！这叫谁是皇后还是今得来是此一个私啊！哦哟，你有气呀！夏玉凤或者那个老人，你到了皇帝门前，想得出什么一定要躲起来害我吧？玉凤花见你这个老神，终于一天要报仇雪恨，你这老子呢？恩师大神，不用动怒，来不要急。我那个皇帝面老想讲好那闲话，但白发金老子得来已经想好了。恩师大人，门身体一计能特恩师大人魔力之大能。一起即将安撤。上一说得好，君真神宗，父子自孝。倘若君不正神灵为国，父不是自奔他乡。如今万岁要为恩师大人不得之体上进王宫一声，恩师大人，你倒不是带了和家门门带些金银之宝到明去那得？还有然后的呢？搿些辰光藩王多呀，东亚上藩，西亚上藩。那随便如果藩王提高了向一追了，皇帝讲我那没办法。搿么你又想什么呢？你劝我打，我好打个，我是忠人啊。我的皇帝是清酒啊，君要慎思，慎不得不死，不死必为不忠。我倘是打，我就是对皇帝不忠了，我何必是奸人了还了？是不是理由这个来了？现在讲起来，对那里像个封建医生用得不得了。所以搿些辰光，理由面貌是眼睛带面孔一般嘛，钦差大人，你竟会讲得这种夫君的说话，真是岂有此理！毛宗老清朝相府洛阳，我这先生乃是大大的终身意义。皇帝啊皇帝，搿种人还要什么能眼睛瞎透着？晓得先生的脾气再臭也不用上，搿么哪里为今复之吧？毛宗毛清朝大字队伍为今复之，搿么理由哪里？理由预备，你要叫得一家人家满门抄在死。不晓得那李有们预备死了，那个小儿子李牛伯不答应了还呀？李牛伯得到消息，为当了得，那么发脾气，李牛伯要大闹和不听，何为其容？这次你两位到苏州电视台电视书上为苏州地区的平台听众演出，那么觉得特别的高兴。因为我本人就是苏州人了，那从我名字上想看得出来，我叫追苏生啊，苏生啊，那名字打转来嘛叫申苏追，那么拆开来为呀还叫苏追生，那追苏生、申苏追、苏追生呢，打来打去说明我是苏州人。那么这个一位嘛是我的师弟，你姓工厂长叫张小平。那么你头里向人呢，侪非常尊重你，平常也叫在称你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那么你两位呢，侪是把胡子欧先生为师的，侪是活在上片评话财堂的。那么除非大概到苏州电视书上来演出嘛，你两高头拼上当设财堂。那么财堂可不是了，主要是讲财上得知堂上两个大的事体。还算是财没当初这个一段历史。那么财上的开国皇帝姓莫一样，叫杨坚，
历史上向称为叫隋文帝。那么隋文帝死脱之后呢，那个小儿子叫杨广即位。杨广嘛呢，就是你史里向要说个隋炀皇帝。那么开唐朝的开国皇帝呢，姓莫之礼，对面一个生有的有，还就是知识有不的有。理由是我历史上向开唐朝的开国皇帝唐家族，李个也叫李后，也叫李斌。那所以辣辣唐朝辰光，你所罪后取帅了，不叫后取帅，后是改脱叫副取帅。杭州本来有一个后临门，后是改脱称福临门。后是啥体改脱嘛？因为开国皇帝的也叫李后后是反击，从前有个种规矩。那么当然现在后取帅个名字呢，是已经调转来着了。那虽然杭州这个福临门呢，叫到现在这个后是分调转来的。那么李有个娘呢，伤心读古，各位读古书了，他就不得了，身份大。你是隋炀皇帝娘个嫡亲阿姐，还是就是讲是隋炀皇帝个阿姨了。你苏州人配的叫娘姨妹妹。实际上呢，你有的隋炀皇帝归亲啊，你都是姨表兄弟。那么你有高小人窦夫人，各位窦夫人还是有身份的。还是北周辰光襄阳对了千岁个独养男，那么因为对了千岁只给一个男了，特别个爸爸，你要挑选一个好女婿，就是讲啥人要做我女婿，除他相貌也好，出身也好，年龄相当之大，唯一个条件，啥个条件呀？辣那里王府的偏地浪向有块屏风，屏风浪向下还一只空墙，那。你要离开这块屏风了，100米步路，一走谁要10种空窗眼睛，那么我个人能够拍拍呢？那么虽然讲了10个人就不少了，啥人说得中？空窗的眼睛落对这个一类呀，叫啥理由好做法？理由够得来拍弓搭箭，嘎嘎嘎嘎嘎，当嚓一击，实在不离10种空窗眼睛的。那么对了，现在谁弄能拍不了理由？那所以呢，法理向人家结婚啊，有人送西装，西装浪向4个金字，叫赤贫中西。赤贫中西啥个彻底了？谁是当家做他，搞是要个彻底呀？理由到窦夫人结婚到现在，一共养子4子1女，山东一个男已经嫁脱了，在女婿姓啥叫啥子啥时强，留来4个儿子，大儿子叫继承。那我们都听出是当时继承，继承没个，还有个爷娘到自家儿子起名字去继承，字眼是蛮好听啊，继是个继啊，神功个神。哎呦，不过这个帮你就是继承了，有点这样继承，手不说福建比你发下去是一个取货。不过第2个儿子养得好在，叫啥？叫李世民，这个小人不得了。与带量与魄力，将来要做皇帝，哪个是唐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能干的一个皇帝，是一位了不起的身份。第3个儿子叫牛吉，哎呦，这老三牛吉比老大继承还要去，老大继承手不说出来要泥我不说得来，调转错卡4字举行。所以老等到将来里有一只皇帝啊，把4个儿子分成2派，老大到老3也好，你到一党称为叫1、3党，老2到老4日落称为叫2、4派。那么社党上向搿点文武大臣大家弄得侪蛮清爽，乃是1、3党，我是2、4派，我不来去西北调好，大家侪是西单位。那么这3个小儿子叫啥？叫李元大牛，说这叫完了，来被吃饱了。听过隋唐诗、看过隋唐诗的人才晓得，李元不是隋唐诗当中小被应用第一了好多，诗中之国。对着我阿看这个完了。不过这个现是特别给，特别的少，让老娘都比你香水特别给。大家才晓得杨小楼生了瓦胎，等到10个个门过着地了一样，
叫啥？搿个小囡蹲辣里头2个肚皮里向，要1年半18个号头，里头养好个才，导致搞出个啥毛病子？等到18个号头养下来了，那里有一口不掉好。总当搿个小囡蹲辣2个肚皮里向，都等至8个号头嘛，养出来白白胖胖。不晓得搿个小囡养的嘛，还有啥海洋的了、海林的？嘿嘿，那么来发肥，把人家个小囡么总归有关口，而且么啥个鸡皮关呀、八叶关呀、金口关呀，另有不是关门关、须子关两本。平常辰光不要讲伤风咳嗽，身体好得来哈气，喷枪不打你个，眼睛一眨，另有不导致落腮，6岁个小囡记得蛮好子，那么个人子。小囡一有点力道了，要炒红色。屋里向随便烧个么子，拿到你手里向500几个辰光，侪要弄坏脱。比方讲说，贴个垃圾来得个错，小囡拿到水里。呀，好玩又快，头脱个针，从动个香炉挂到你手里，嘿嘿，啪被脱个针。那么搿样用劲看见李牛伯些弄坏么子嘛，哎呀，看不够了。哎，是啥呀？做事当心的，不要专门弄坏么子那是了。搿样么子不能弄坏看，先日来东家得一在，你都拿不出来的，那么要光你做还是了？对啊，谁叫你来多言多语？搿不是人多都说多，关照那两上总不错个路还是了？你再要多言多语，暂时受益苦了，打了要当然。一点点那个小奴啊，小牛的身法还要讲当着，搿么来看，这2日天我夜里向本来不大舒服了，来帮我点背吧，来呢，好啊！内鬼这里当小奴也不懂，哇呀，担心了，是2个这里猛针里腰里向，呱，那他们老板骨头脱2根啊！这个佣人扩大理由给他就说，3山要我不了4山要当我哪里个人？开头理由不相信啊，你说得出要好个嘞？买上买得不大人，不个小奴当我，哪不能讲得出？不晓得李牛伯打开这个头了，谁不是个人？一个不诚信，谁要当？2个不对劲，谁要说？隔壁佣人谢不离说话当话的呀。那么扩大理由给他的理由方式明白，这个小奴实在叫盲目。我李牛伯觉得嘞，一顿训斥，你摸了还猜不猜呢？啊，家法被扣，进口不贪药。哦哟，李有气哟！这个小奴实在不管家，不规矩吧哈！叫养儿不是我，要他做什么？既然呢是讲讲嘎嘎不管家，老实讲，这个小奴我本来就不欢喜，干嘛呢？杀脱你手手！你要杀李牛伯啊，对啊不要对，说起李牛伯有个无声这样，杀你们每个娘一个哈布，各位都够日了他。就说各位老哈布来得个欢喜这个小孙子，你都一个老一个小搭档搭下来，一听说么子，儿子要杀孙子啊，搿哪来事？要请我儿子害到自家屋里老乡。儿啊，娘亲。听说你要弄小孙子杀他有个桩事体。娘亲，都是为这出身，实是不理呀。哦，不好道理。是啊。慢慢。小侬小了呀，小个辰光嘛是慢慢的呀。是。你小个辰光也慢慢的呀。是。你哪里个听儿子为不叫你家学的？慢慢啊。你要小奴懂规矩、懂道理，你应该听个高师先生来教你读书。有句闲话叫“读书明理”，你读之书，识之书，你教你妈妈啊，不会得妈妈啊，懂啊？是，真娘亲吩咐，你就对娘的我不敢讲的呀。那么你有关在用人到外出去请当地渔民去个高师老先生来，等了屋里向说过了，教李牛伯读书识字。不晓得个高师老先生来自分满3根的，就铺盖滚台上。那好了，3根的分隔为里2个字的呀。那比方讲一个天字，一个地字，还是蛮简单的。是啥呀？做什么？上头这个字到天，下头这个字到地，地呀。上头这个到地呀，
上头到天，哎，下头这个到天，呀，西夸这个字天，忘记天，个字天忘记天。那么当时辰光，我天问题为何读一个字出来？你狗子一样天再去问你们呢？是这样，上头这个字到不晓得，下头这个不明白。呀，西夸才忘记口型个字。搿么你都想3个人分割为了2个字个呀？搿么东江面浪向干部了怎么只喝酒吐干滚蛋是也是了？那不过说大概得了，可能有听众也讲噻，相声那头李牛伯讲得特笨拙啊！我实讲笨法个，既然实讲笨嘛，讲下来好本事得那也聪明个讲，搿本事那也是好得哈个讲。那不是我硬帮你啊，李牛伯搿小囡了还分开吃了。小囡分开吃是笨了，一开吃谁会得聪明？哎，那搿个我有例子哈举个，因为我上海隔壁邻居啦，8里岁等我实讲讲个，你讲小囡小辰光分开吃了是笨，开始吃谁会得聪明？你自家有切身体会个，你讲你小辰光分开吃当看了还笨个，笨得最会个呀，笨到啥个程度呢？假设你读书3年书了，分学为4个字个，那么我问你在哪4个字3年会得读得会呢？那你讲搿小辰光读个书嘛，百家姓还是蛮简单的。排上来嘛，杀人生理，这样4个字还是蛮简单。加上3年分读会的。那么高书先生很上心的，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不来听。说第一个嘛，杀呢是讲个姓呀，你姓啥个杀？我姓啥个啥？哎，第二个嘛是，都要开地当我里向改动地，改动地个谁？该东西个谁？哎，第3个嘛生，都要个动地啊，手不儿子，手不生子，手子生，生子个生，生子个生。哎，第4个嘛李嘛是我先生姓啊，我先生叫李万年，是我先生李万年个李。这个人面孔破人哦。咁说你又不上哪张面孔？你今朝第一位是得你开开心啊！不过只好当了前头，刚刚养下来个小头不好开心，开心只能当你抖音大家看。另一个上一个家里兵丁的家事里，搿是传统书老师先生规则，各式面孔的营造，侪是用字来代替。比方那个张面孔三方面孔，你不是三方面孔，是啥？同时记忆世界大同的同，四方面孔，一个四方，地是面孔，中的一个地。另一个上头读下头小，甲乙丙丁甲乙丙，那么下头读上头小呢，有一个鱼是面孔。那么做成搿张面孔，两头么血里这个当中么杀出来的，身体呢身是面孔。这样的另一个为何甲乙丙丁甲乙丙？没人擦好个皮肤，木眉木身谁是个黄毛？不让眼睛眼冲一口就个黄毛是用短衣衬衫。咱们来想想看，妹妹都没把好眼睛拨了短衣衬衫，黄毛里向过绿绿过绿绿，蒙到老的是一点破人丝丝。两条铁线刚眉配额，一双过阴有针，一扎阴照白。小牛搿只阴照被实力上称出来的，今日而招风，一张雷公剑锥。啥叫上雷公剑之呢？就是上之人为包莫下之人为。那么一般个小牛呢，包了拿桌子包里向不2岁总归包了下子。你不来了，啊，你努力包了是你包不进了，要发脾气。要哭个，不要努力，这个打了下坡地，这个打了给哪么里开心？那么一般的小路哭起来嘛，听听为何来呀？哇！另有不过哭是很人的，难哭罢了。像杀猪那个杀个，那么小路拿了垃圾纸包里向，这张面孔到底哪一种面孔，哪种引导？这本多看看，想不发大想，尽做参考。你又不拿了垃圾纸包里向张面孔谁是个中枪的？呀哈！呀！搿张面孔，哎呀，吓人个啦！理有气有，想不到伢这个儿子实个还富强的，
真正叫享福了。所以谁得里起一个名字叫牛八，啥个意思呢？牛嘛牛啊，阿牛第一个意思，不的旁语，满门旁语，它就是讲里是第一满门旁语，因为你人长得水那个些了，名字起等啊牛个，里头墙头头我要那个名，哎，那等我关注的哪个的手还让给打啊，3等60万呢，关照佣人送进来不理吃。那么理由关照他们忙挣拿是1万2的。哎呀，给他忽悠的像个小狗地出来，他们可不想给，有高山，有花，有草，有金金。呀，这看起个位草堆里像有2只细细泡，眼睛羞羞红，尾巴一朵朵，耳朵牙牙的。兔子只有能分开这些，呀，好玩呀！去看看兔子，对，惨呀！哇呀，离了他都爬不过去，哐哐，离了弄得那两个样我命，心里面也想去看兔子，那弄法去，呀！呀，哎，你又不想这个，我手那里头个高山上去弄看不是啊弄得弄，对，小女最后呢，去2只水毛针高山上向打了，连个。得知高山上，滋嘞，真一把。那么看见这2只兔子，还不晓得嘞，看这些没精彩，抓一把来到他的2只兔子身边上，又死他这，去看金星队，抓，真。嘿，有金金的没？不晓得哈，跟你不在花开来个，看这些没精彩，金金讲你去擦怕水，一讲金金在西瓜，让忽悠里向问题那好子，不晓得忽悠里向有花儿这样为用人了呀，一口乖乖弄地洞，有的本都是往给对，其实呀，后世精华。其实呀，不好这，市长要让忽悠里下几次5千斤说个老人疯了擦皮的呀！你又想什么了？这个小奴5千斤从高山上举得动的哈？不相信，干嘛？自家去看看，根子用人当，勾搭给他忽悠的。先去看老人从高山上一看嘛，高山上石头没得了，地上像个乌塘来这个深了很，哪么理由真个有点这个？不养上那个小奴啊，没有必要几次高山上摆到外是高浪向去呀。人家看见人啊，不能好得话的。寻人口四面口出来嘛，为何落浪个水里？呀，小奴门开来这个井，晓得摇来，这高山上一帮人往高山上向一改动啊不动。呀，你有道理门的，出声！弟弟，我提问你，这老人风怎会到这儿来的呀？他自己倒过来的，高山上为的3脚爬过来，好啊，你叫他抱我过去。他不高兴了，你与我拿过去，孩儿拿不动，孩儿说是拿不动啊！那么那你看啥你也讲拿不动的，所以李有对李牛伯个本事实干头个起来了，一直不相信。这个小奴没啥心机，你叫啥？你叫啥个小？啊，对了，我发了海，杀得你起来叨的呀哗，热混，该知我个命都看了，一点气量没得，啊，是了，多特很没用呀。所以李有对李牛伯个本事一直不相信的。那么到啥辰光相信呢？那快是快的，等到隋炀皇帝到他牛。李牛伯的宇文神都金地必服，列举丧事。李牛伯2只金狮子举到金地廊下。这次你2位到首先电视台、电视书上
为苏州地区的平台听众演出，那么觉得特别的高兴，因为我本人就是苏州人了。那从我名字上想看得出来，我叫追苏生啊，苏生啊，那名字打出来，名字打出来嘛叫申苏追。那么拆开来，为呀哈叫苏追生，那追苏生、申苏追、苏追生呢，打来打去说明我是苏追人。那么这个一位嘛是我的师弟，立信工厂长叫张小平。那么你头里向人呢，侪非常尊重你，平常也叫在称你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那么你两位呢，侪是把胡子欧先生为师的，侪是学在上片评话财堂的。那么除非大概到苏州电视书上来演出嘛，你两高头拼上当设财堂。那么财堂可不是了，主要是讲财日得知堂日两个大的事体。还就是财末唐初这个一段历史。那么财日的开国皇帝姓模一样，叫杨坚，历史上向称为叫隋文帝。那么隋文帝死脱之后呢，那个小儿子叫杨广即位。杨广嘛呢，就是历史里向要说个隋炀皇帝。那么开唐日的开国皇帝呢，姓模之理。对面一个生有的有，还就是知识有不的有，理由是我历史上想开唐日的开国皇帝唐家族，李个也叫李后，啊，第二叫李斌。那所以那让唐日辰光，你苏州后区山了，不叫后区山，后是改脱叫富区山。杭州本来有一个后林门，后是啊改脱称富林门。后是啥体要改脱嘛？因为开国皇帝的爷叫李后啊，后是反击，从是有个总管局。那么当然现在后区这个名字那是已经调转来的了。那虽然杭州这个富林门呢，加到现在这个后是分调转来的。那么你有个娘呢，伤心夺狗，各位读狗日了，他准不得了，身份道。你是隋炀皇帝娘个嫡亲阿姐。还是就是讲是隋炀皇帝的阿姨了，你苏州人派的叫娘姨妹妹。实际上呢，你有的隋炀皇帝关亲啊，你都是姨表兄弟。那么你有高小人窦夫人，各位窦夫人还是有身份的，还是北周辰光襄阳窦拉千岁的独养囡。那么因为窦拉千岁这个一个囡呢，特别的爸爸，你要挑选一个好女婿。就是讲啥人要中国女婿，除他相貌也好，出身也好，年龄相当之外，唯一一个条件，啥个条件呀？那里王府的偏地上向有块屏风，屏风上向下还一只空墙。那你要离开这块屏风了，100年步路，一走谁要10种空墙眼睛，那么我个人能够拍不来。那么虽然讲了10个人就不少了，啥人说得中？空腔的眼睛落对这个一类呀，叫啥理由好这法？理由够得来拍弓搭箭，嘎嘎嘎嘎嘎，当嚓一击，10对8里说中空腔眼睛的，那么对了先生谁弄能拍不了理由？那所以呢，法里向人家结婚啊，有人送西装，西装上向4个金字，叫恰平中西。恰平中西啥个彻底了？谁是当家做他，搞是个彻底呀？理由和窦夫人结婚到现在，一共养子4子1女。山东一个男已经嫁脱了，在女婿姓啥叫啥子啥时昌，留来4个儿子。大儿子叫继承，那我都听出是当时继承，继承没了。还有个爷娘到自家儿子起名字是继承，字眼是蛮好听啊，继是个继啊，成功的成。哎呦！不过这个帮一介是几个，那么谁要能拿到垃圾纸包里向，这张面孔到底哪一种面孔，哪种引导？这本多看看，想不到讲，尽做参考。你如果拿到垃圾纸包里向，张面孔随着个种腔调，呀哈呀！这张面孔，哎呀，吓人个啦！理由气由，想不到养这个儿子实际上富强的，真正叫享福了。
所以谁得里起一个名字叫牛八，啥个意思呢？牛嘛牛啊，阿牛第一个意思，不的旁语，满门八语，他就是讲你是第一满门八语，因为你人长得水那个些了，名字起得硬的嘛，还有啥海洋的了，海林的，嘿嘿，那么了来话题，不然搞个小那么总归有归口。把什么啥个鸡皮龟呀、半夜龟呀、金口龟呀，你又不是龟门龟、须是龟人不？平常辰光不要讲伤风咳嗽，身体好得来，哈气喷枪不打你个，眼睛一眨，你又不倒是落水个小奴记得蛮好，那么个人子，小奴有点来到了，要炒红色，屋里向随便啥个么子挪到你手里向，500几个辰光侪要弄挖脱，比方说讲是贴个拿铁。来得个错，小奴挪到水里。呀，好啊，又夸都他个针，从东个香炉挂到了水里，嘿嘿，啪被他个针。那么搿样用尽口气里牛波些龙王么子嘛，哎呀，口不够了。哎，是啥呀？做什么？当心的，不要说么龙王么子哪子了？哎，搿样么子不能龙王看，先日来东瓜得一人，你都挪不出来人，那么要光你这娃子了。谁叫你来多言多语？这个不是人多都是多，关在那两上中不错个了娃子了。你再要多言多语，暂时稍微苦了，打了要当然。一点点那个小奴啊，小牛的身法还要讲当着，根本没看。这两天听我家里向本来不当师傅了，来帮我点背吧，来呢。好啊！玫瑰这里当小奴也不懂，哇呀，担心了！是两个嘴里猛针里腰里向，呱！那他们老板骨头特两根啊！这个佣人扩大里有个大爹说，7岁要我不了，4岁要当我哪里个人？开头里有不相信啊，你说得出要好个嘞？买上买得个大人，不个小奴当我，那不能讲得出。不晓得李牛波打开这个头了，谁不是个人？一个不诚信，谁要打；2个不对劲，谁要说？隔壁佣人谢不离说话当话的呀。那么扩大李有个大的，李有方式明白，这个小奴实在叫盲门。我李牛波觉得嘞，一顿训斥，你摸了还猜不猜呢？啊！家法被口，进口不贪药。哦哟，李有气哟！这个小奴实在不管家，不规矩吧哈！叫养儿不是我，要他做什么？既然呢是讲讲嘎嘎不管家，老实讲，这个小奴我本来就不欢喜，干嘛杀脱你收拾？你要杀李牛波啊，对啊不要对，说起李牛波有个无声这样的，杀你们每个娘一个哈布，各位都够日了他。就说各位老哈布来得个欢喜这个小孙子。你都一个了，一个小了，小打到打下来，一听说么子？你只要杀绳子，可哪来事？要求我儿子海到自家不离老家。儿啊，娘亲，听说你要弄小绳子杀他有个桩事体。娘亲，都是为这出身，实是福利呀。不讲道理。是啊，慢慢，小侬小了呀。小个辰光嘛是慢慢的呀，是。你小个辰光也慢慢的呀，是。你那医生啦，原地这样记忆着，手不说，发展比你发下去是一个趋势。不过第二个儿子养得好在，叫啥？叫李世民。这个小人不得了，与带良与魄力，将来要做皇帝，哪个是唐朝历代皇帝当中最能干的一个皇帝，是一位了不起的身份。第三个儿子叫牛杰，哎呦，这老三牛杰比老大继承还要去，老大继承手不说出来要你我不说得来，调转错卡四字举行。所以老等到将来里有一只皇帝啊，把4个儿子分成2派，老大到老三也好，你多一党称为叫1、3党，老二到老4、1、6称为叫2、4派。那么社党上向搿点本部大人大家弄得侪蛮清爽，乃是1、3党，我是2、4派，我不来去西北调好大家侪是西单位。
那么这些个县里子叫啥？叫人员大牛。说这叫完了，那边吃饱了。听过谁当时，看过谁当时的人谁晓得，林月波是谁当时当中小辈人用纪律好度，始终治国。对着我阿克这个完了。不过这个县是特别给，特别的少，让老娘都比你香水特别给。大家才晓得杨小奴生了娃胎，等到这个门过着地了一样，就说这个县奴等了你多娘的肚皮里向要1年半18个号头。你都要好的在，到自高这不3万倍子，等到18个号头养下来了，那里有一口的好。总当这个小奴等了2个肚皮里向，都等至8个号头么养出来白白胖胖，不晓得这个小奴这个人面孔破人哦。咁说你又不上哪张面孔，你今朝自以为是得你开心，不如早好打了前头，刚刚养下来个小奴不好开心，只能到你动兵那个开。林月波上一个家里兵丁的家事里，搿是说传统师老师先生规则，各式面孔的营造，侪是用字来代替。比方那个张面孔三方面孔，你不是三方面孔，是啥？同时距离，世界大同的同，四方面孔，的确四方，地是面孔，中间一个地。林月波上头到下头小，甲乙丙丁甲乙里，那么下头到上头小呢，有个鱼是面孔。那么做成搿张面孔，两边嘛血里这个当中的杀出来的，身体的身是面孔。这样的林月波为哈甲乙丙丁甲乙里。没能擦到个皮肤，某面某身谁是个王某？不让眼睛眼冲一口气个王某是有对你成长。咱们来想想看，妹妹都没把好眼睛拨了对你成长，王某里向过绿绿蒙到老的是一点破人事实。两条铁丝钢眉配额，一双过阴有针，一在阴照白。小奴搿只阴照被实力量称出来的，今日而招风，一张雷公剑锥。啥叫啥雷公剑锥呢？就是上之人为包幕下之人为。那么一般的小奴呢，包了拿桌子包里向不2套水，总归包了下底。你不来的，啊，你努力包了是你放心了，要发脾气。要哭个，不要努力在那打了尾巴丢，在那打了给那么的开心。那么一般的小奴哭起来嘛，听为何来呀？娃儿，林月不过哭是很敏感，难哭罢了。像杀猪那个杀个丁，你就为不叫你这样写的，哪能啊？你要小奴懂规矩、懂道理，你应该听个高师先生来讲，你读书有句闲话叫读书明理，你读字书识字诗，你讲理马门啊，不会得马门啊，懂啊？是，真娘亲吩咐，你就对娘的我不敢讲的呀。那么你有关在用人到27岁。请当地渔民区的高师老先生来，等了屋里向说过了，高李牛波读书识字。不晓得个高师老先生来自分满3根的，就铺盖滚台上。那好了，3根的分高位里2个字的呀。那比方讲一个天字，一个地字，还是蛮简单的。是啥呀？上头这个字到天，下头这个字到地，呀。上头这个到地，上头到天，下头这个到天，呀，西夸这个字天忘记地，个字地忘记天。那么当中光我天问题为何读一个字出来？你狗子一样天3气门里面的是啥呀？上头这个字到不晓得，下头这个不明白，呀，西夸才忘记口人的。那么你都想3根啊分高位里2个字的呀？那么东江米老乡搞不了咱们这好就铺盖滚台子也是了。
那不过说大概到了，可能有听众也讲噻，相声那头李牛伯讲得特笨拙啊。我是讲本法个，既然是讲本嘛，讲下来学本事的那也聪明个讲，搿本事呢也是学得好个讲。那不是我硬帮你啊，李牛伯个小奴了，外分开窍了。小奴分开窍是笨了，一开窍谁会得聪明？哎，那搿个我有例子哈句个，因为我上海隔壁邻居啦，爸爸李水等我是讲讲个，你讲小奴小辰光分开窍了是笨，开支窍谁会得聪明？你自家有切身体会个。你讲你小辰光分开腔当口了，还笨的，笨得最为个呀，笨到啥个程度呢？就要说你读书3年书了，分学为4个字个。那么我问你，在那4个字3年会得读不会呢？那你讲搿小辰光读个书嘛，8家姓还是蛮简单个，排上来嘛杀人生理，这样4个字还是蛮简单，就要说3年分读会个。那么高数先生很上心的，一个字一个字教识不你听。说第一，那么啥呢？自家个姓呀，你姓啥个啥？我姓啥个啥？哎，第二个嘛是，都要开地当我理想改动地，改动地个谁？改动地个谁？哎，第三个嘛生，都要个动地啊，手不儿子，手不生子，手子生，生子个生，生子个生。哎，第四个嘛理。理嘛是我先生姓的，我先生叫李万年，是我先生李万年的李，先生李万年的李，哎，啊懂了，懂着没好，叫谁别帮我听听啊！我姓啥？我意思，我个孙子叫李万年，滚动样的我来做那个孙子。咁你多想想看，读书3年书啊，4个字分读会个。不过现在了，爸爸大屋里向做教授了海啊，那还是小辰光分开腔是笨的了。那么李牛伯呢？李牛伯是有一个中心的，是不是李牛不明白？李牛只晓得这个小奴是来笨得最为本性人的祖宗，哪弄法？你个你读书吧，读不进，放了外头吧，要当人，要唱好，杀脱你也不允许。要做你的鱼了，关照用人，拿根力量来，抽第一个后头里，拿子一根铁力量。拿李牛伯叫得来，喊一声出声，不要动！铁力量望着李牛伯头颈里向擦啷一套，呀，一脚手快，头颈跟随手了，出声，刚才微服的追，擦啷擦啷擦啷。呀，李牛伯先呀，你今朝是弘扬不到我身用啊！去到啥地方去？去到啥地方去？去到里向花园里，里家里向后花园来这个多啊，一入高30好几手的了呀。那么你又改成高山上，可是我高山上叫老宁峰，里里啊一头来让老宁峰高山上的山洞洞里擦浪抽进去，咵一脚手了，那么会在。